血停！快步血停！快步血停！给别个好说嘛，给别个好起段子啊！要血喊钱呀，给别个靠快步血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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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係公民嚟，我有權利監視你。我可以，但係人哋有肖像權嘅，你知道嗎？有所謂讓我有權利拍攝嘅，你知冇？快步血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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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嘴親好咗咯喎，你啊，打到嘴親好喎，佢嘴親好喎，冇邊個拍，做乜冇邊個拍？啊！你做乜打到人嘴親好喎？我冇打有佢啊！你嘴親好大，嗱，我影出嚟。快步血停！我啲有證翻記錄儀嘅。係咁啊！呢個你冇攻擊嘅。快步血停！啊！你點解要作嘅？你講出嚟咁邊個知？佢係反話嘅，我哋支持你。快步血停！我已經同佢講過啦。快步血停！即係反，我哋支持你。快步血停！啊！叫咩快嘅？血停！快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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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血停！暴力執法我哋咁樣嗱。快步血停！快步血停！你公佈出嚟，佢做乜嘢嘅？我哋支持你，但係你咁樣做法，你先暴力執法㗎咯噃。嗱，我影住你，我絕對發上群啊，咁樣先得啦。快步血停！快步血停！快步血停！啊！快步血停！叫反咩法？我支持你。叫反咩法嘅？啊！第一，我同公平公司喺度要協商呢個用工問題，佢即時拘禁我，拖我落車。喂，阿 Sir 問下交俾我，參與經濟糾紛嘅喎，好似啊。我攞個説法。得啦。佢反有咩法？我支持你。我先跟你說。啊。你可以拍視頻，可以錄視頻，我不阻止你。但是斷章取義，我不斷章取義。他犯了什麼法？我支持你，我支持你。他犯了什麼法？你先聽我說完，好吧？大家互相尊重。你斷章取義，惡意上傳，造成法律後果，我們依法追究你的責任。你現在暴力執法，他犯了什麼法？你說過來，我支持你。哎，你認為我暴力執法？你可以去有關部門投訴我，好吧？有了，他犯了什麼法？你可以說給我聽嗎？他犯了什麼法？我沒有義務告訴你，我已經告知過他我什麼原因口頭召喚他了。你犯咩法嘅？你犯咩法嘅？我冇犯法，我係要統軍。得啦。喂，我去外地。哦。喂，你咁樣講啱喎，人哋警察問攞銀紙喎。啊。啊。快步血停！我阻撓後路要錢，他要血喊錢。我阻撓快步血停！他要血喊錢。話我去外地。血喊錢，我農民工作阻撓後路要錢。人哋討要工錢，你咁樣暴力執法冇啱嘅喎，係嘛？快步血停！係啊。他要血喊錢。話我去外地。他要血喊錢。啊！鬧人哋暴力，你話？啊！他要血汗錢，要血汗錢嗎？話我去外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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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話我去外地。快步血停！快步血停！快步血停！喂，你使用警械，你使用警械把他抓起來，什麼事？第一，他有沒有使用暴力？警察，沒有什麼使用暴力？他沒有實證。
就已经拘禁我了。这个是我的人民警察证，好吧？你现在已经拘留我，你提供出来，因为你要拘留我，你就要提前出示，你出示了没有？没有，根据人民警察法，你提供出来没有？不需要出示人民警察证。然后现在有假警察，没有要求我出示人民警察证，身着警服不需要出示人民警察证。现在假警察是很多的，暴力威胁到你安全没有？没有你怎么把他扣起来？啊！第一，我没有危害社会危险都没有，没有危险的话，你全部可以。可是你用警械都不可以，他没有危险，没有什么威胁你们安全。还我血汗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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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暴力倾向？还我血汗钱！啊！还我血汗钱！还我血汗钱！没有暴力倾向，你怎么把他扣起来？第一，我没有到处那个，现在他已经拘留我，我就还我血汗钱。哎，我要看你警号。啊，我要看你警号啊！你这种执法的话，你要警号。还我血汗钱！还我。